佢就係我哋今次點解影香港嘅全港青少年攝影大展嘅召集人啦。或者咧，我都希望咧，小學田先生咧喺呢個時候講下我哋今次呢個目的同埋咧你一啲嘅心意，好嘛？唔該晒，小學田先生。各位嘉賓，大家好。召集，因為召集咧，我其實召集全港嘅青少年影相，因為我中意影相，但係我唔可以影到全香港都俾我影晒，咁我要留翻一啲俾其他青少年影。咁啊，所以咧我就諗咗呢個題目就點解影香港？咁啊，每一位青少年影完香港之後，佢交記稿咧，我希望你答呢個題目。咁啊，點解影香港？咁香港乜乜咧？我個題目咧就香港好精彩，精彩，香港好精彩，我個題目。咁啊，其實咧，我哋呢個攝影比賽咧，就香港呢個好特別咯，因為全部都係青少年參與，咁啊老人家都可以參與，但係冇獎勵。咁啊，但係青少年所獲嘅獎品都係好少好少，好少好少。我希望係一個參與。咁啊，我目的參與咧，希望咧全港嘅青少年就影自己附近嘅地方，已經成個香港影晒。咁啊，出咗一本書咧，就全香港嘅呢本就香港影集，就點解影香港？咁我哋個獎品好少啦，我知道咧就Panasonic咧就會捐出4萬相機，咁啊將會咧就沙巴咧會有地方會收住開啲全港嘅，咁啊先多謝。咁啊其實個獎品咧將會喺全港參與裏邊咧選50個優秀嘅作品。咁佢哋得嘅獎品咧就係一張紙嘅啫，裏面寫香港攝影大使。咁呢個大使咧，我將會咧就俾12堂課俾佢哋學習攝影，等佢哋知道攝影係乜嘢，然後咧去做義工，幫全港嘅所有非牟利嘅機構。可以請佢哋幫手影相，咁佢哋又可以學到嘢，又可以幫社會做嘢。希望點解要香港青少年可以學習到呢一樣嘢？咁啊，希望父母同青少年參與，老師同青少年參與一齊影。咁啊，分開有學生同老師嘅，家長同老師嘅特別獎。咁啊，其實獎品係一張紙嘅，希望咧呢一張紙令到所有青少年咧都感覺自己生存喺香港，香港係好精彩，係好美麗同埋好好，大家用鏡頭去捕捉香港。咁啊，多謝各位。小紅先生啊，咁啊呢位小同事咧，咁啊今日我哋好開心就請到咧，即係我哋有一個嘅青少年嘅攝影大使何詩小姐喎，咁啊或者咧嚟緊佢可能就會做你大使啦，或者你同佢傾下偈，好唔好啊？呢個大使佢本身都中意影相，係啦，咁啊佢都可以參加，但係唔得獎，因為佢係。